动在东突厥散的共产党官员于11月11日发表声明，否认对维吾尔族妇女采取避孕措施。据美联社报道，所谓新疆政府发言人徐桂香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都是自愿参与节育，没有政府组织试图胁迫这一问题。徐桂香强调说，告诉维吾尔族妇女她们已经绝育或者强迫流产，这是恶意的言论，并且维吾尔族人口从其他种族成倍增长。去年，德国研究员阿德里安·岑茨博士在基于中国政府文件的报告中透露，自2017年以来，由于以计划生育的名义对维吾尔族妇女进行强迫堕胎和绝育手术，中国当局降低了生育能力。此外，该报告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辩论，声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做法显然是种族灭绝。几天前，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对维吾尔族妇女“我们正在解放她们，妇女不是生育机器”的辩护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并被推特删除。在审查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镇压政策的报告中指出，有证据表明北京实施了种族灭绝。由两党组成的中国国会执行委员会监控美国在中国的人权，宣布了涵盖2019年7月和2020年7月的年度报告。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东突厥散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可以算作是种族灭绝。有了新的证据就更加明显。该委员会还指出，北京的镇压扩大到了美国的维吾尔族。该报告指出，中国近年来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侵犯人权的行为。北京不仅仅在东突厥散开展运动，而且还在国际上开展运动，例如威胁对手、封锁社交媒体账户、对新闻媒体进行审查，以及限制学术自由。CCC 引用了德国研究员阿德里安·岑茨作为参考。他报告说，有关中国同化政策的证据符合防治特定群体的生育等标准，并指出这些证据是种族灭绝的最有力指标。飞机制造商高迈和手机制造商小米是特朗普禁止从美国投资的9家中国公司之一。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月20日移交总统职权，他对中国实施的制裁又增加了9家中国公司。飞机制造商高迈和手机制造商小米是与中国军队合作的9家加入美国黑名单的公司，这些公司将受到新的投资禁令的约束，迫使美国投资者从2021年11月11日起退出该黑名单上的公司。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致信总统埃尔多安，以使关系正常化。外交大臣乔乌什欧卢从巴基斯坦返回土耳其的途中回答了媒体的问题。他说，马克龙的信在双边关系方面是积极的。乔乌什欧卢称，该信已传达给了埃尔多安。发展双边关系，提高对土耳其的重视，并强调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与我们总统的会晤，甚至在信中其中部分内容是用土耳其表达。消息传递应用程序 WhatsApp 宣布已推迟保密协议中有关数据共享的法规，全球用户对此反应很大。在该网站博客上发表的文章中， WhatsApp 表示已将采用新合同的载纸日期即2月8日推迟到了以后，并表示将纠正在此过程中发现的错误信息。 WhatsApp 说，我们收到了很多人的反馈，关于我们的最新更新存在很多困惑，此更新不会扩大我们与 Facebook 共享数据的范围。